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每日靈修節目，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話語同埋生活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喺除夕之夜，舊嘅一年即將過去，新嘅一年喺越南傳統春節即將來臨。此時人人都常常陷入兩種嘅思緒，一方面就係已經過去嘅事，另一方面就係未知嘅未來。伴着煙花同埋新年嘅祝福，我哋是否會放慢並且去思考過去嘅一年有乜嘢收穫呢？喺新嘅一年裏又會如何去前進呢？今日2026年2月16號，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在美好的時刻。神造萬物，各按其時成為美好。傳道書3章11節。你對上一次嘅搬屋係幾時呢？搬屋對我嚟講並唔係陌生，因為從細就跟着父母四處行。從7到18歲，我至少係搬咗10次屋。身為長女，又鍾意幫忙做家務，我總係一直幫忙，同埋好清楚記得每一次嘅搬屋。匆忙打包箱子，熟悉嘅角落突然間變得好陌生，以及要搬到新屋嘅嗰種疲憊、興奮同埋顧慮複雜嘅心情。有時候搬到更好嘅地方，但亦都有時候因為家裏嘅經濟狀況同埋生活環境，就要搬到去更差嘅地方。嗰時我仲細，係冇辦法選擇，只能夠順服咁跟着父母嘅安排。其實我啱啱喺2026年嘅1月初搬屋。喺2025年同埋26年特別嘅時刻，呢一次嘅搬屋同以往不同。我唔係再跟住父母嘅嗰個細路仔，因為而家我已經係成年人，可以為自己做出抉擇。我以為呢一個會讓一切更容易，但原來唔係。呢一次嘅搬屋讓我學識咗另一個新嘅功課：主動權唔等於係掌控權。無論我點樣去計劃安排幾咁嘅周到，亦都會有一啲係超出我掌握嘅事。有一啲嘢我無法帶走，亦都有啲嘢我必須要放低。仲有一啲界限我無法去逾越過。喺搬屋嘅期間，我要送俾人同埋抌咗將近一半屋企裏嘅嘢。老實講，一開始我就有啲猶豫。每一件嘢都係承載着一般記憶同埋人生嘅經歷，我至少係感覺我曾經需要佢。但係讓我驚訝嘅唔係抌咗佢嘢嘅數量，而係之後嘅感覺。我唔覺得欠缺，反而係如釋重負。居住嘅空間更加整潔，我內心更加敞開。喺新屋走動嘅時候，覺得更加寬闊同埋自由，就如卸下咗多年嚟一直背負無名嘅重擔。我開始思考，究竟我哋需要多少嚟到生活呢？或者咁多年嚟，因着可惜、怕欠缺，可能有一天會需要到佢嘅諗法，而我哋一直緊緊抓住嗰啲唔會帶嚟生命意義嘅嘢不放。有啲已經成為我哋嘅負擔，但我哋卻因為熟悉感而抓緊不放。我哋害怕放手，放手對我哋嚟講意味着信任，而信任係伴隨着風險。唔單止係屋企裏面嘅嘢需要清理，我哋嘅心亦都需要清理。嗰啲仲未愈合嘅舊傷痛同埋感覺，仍係佔據我哋內心嘅創傷。嗰啲尚未解決不良好嘅關係，以及我哋依然執着嘅過時期望，佢哋不再帶嚟生活意義，但我哋依然習慣咗佢哋嘅存在。正因為習慣咗，
我哋就任佢哋繼續存在。聖經記載，以色列民喺曠野只能夠收拾當天吃嘅嗎哪，多留給明天都會壞掉。上帝有能力供應佢哋豐富嘅糧食，佢完全可以俾佢哋超出所需，但佢冇咁樣做。上帝要教導佢哋如何以信靠同順服管理資源，每一日領受當天所需，並信靠上帝，明天亦都會與佢哋同在。我的恩典夠你用，哥林多後書12章9節，唔單止係軟弱時嘅安慰，更係一種屬靈嘅生命，係無需過度積存嚟獲取安全感，唔需要走緊一切嚟獲心安，亦都冇需要掌控一切嚟感到安穩嘅生活。因為真正嘅安全並非嚟自於我哋擁有多少，而係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掌握喺邊一個手中。我記得喺越南哈該時工嘅一位姊妹曾經喺課堂上問到，如果只能夠帶3件嘢上去荒島，你會帶乜嘢嘅呢？呢個問題聽起嚟就好隨意，但實際上係好嚴肅，逼着我哋直面想要同埋需要之間嘅界限。當擁有一切嘅時候，我哋覺得自己係需要好多，但當受限制嘅時候，我哋才意識到我哋最需要嘅唔係物質，而係信心、指引同埋上帝嘅同在。當然，主動準備係好嘅，我哋唔能夠懈怠同埋不負責任，但生活唔係經常都會俾我哋有足夠嘅時間嚟準備。變故係出乎意料，失業、搬屋、感情破裂、疾病，甚至似乎係牢固嘅計劃突然變更。嗰時候，我哋唔會問自己足夠準備未啊，而係我究竟依靠啲乜嘢？亞伯拉罕就係一個例子。當上帝呼召佢離開家鄉，上帝冇俾佢具體嘅指引地圖。聖經俾我哋知道，出去嘅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。希伯來書11章8節。亞伯拉罕並非因為清楚方向出發，而係因為佢相信呼召佢嘅嗰位。信心並非係預先知道每一步，而係敢於喺上帝嘅話語邁出第一步。生活越耐，歲月越係積累，家庭成員越多，需求更多樣化。如果我哋不懂得保留同埋捨棄多餘嘅，就會堆積。唔單止係物件，仲關於我哋緊抓住不敢面對嘅情感，因為害怕改變而固守嘅習慣，唔能夠放低嘅重擔同埋責任等等。漸漸咁，我哋就會喺一個沉重同埋疲憊嘅狀態，卻冇去問點解嘅理由，因為我哋已經習以為常。如果我哋嘅心依然係陳舊，新年並唔係自然更新。聖經記載，你們不要紀念從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。以賽亞書43章18、19節。呢一個並非要我哋否定過去，而係唔能夠讓過去去控制現在。看哪，我要作一件新事，但當我哋願意放低舊事，讓出空間，新事才會發生。搬屋嘅每一步打包、運輸、佈置等等，都係唔容易。每一步驟都要我哋停低思考並選擇，保留、贈送或擺放位置等等。跟隨上帝嘅人亦都係咁。成長係冇捷徑，順服亦都冇捷徑。如果我哋迴避今天嘅教訓，明天可能再一次遇到呢一個問題，而且往往喺更艱難嘅環境中。邁入2026年嘅新一年，我哋不必跑得更快，而係要走得更穩。唔係要找住更多，而係更多嘅依靠咁去生活。唔係為咗證明自己嘅力量，而係為咗學習信服上帝。無論係喺主動或者被動，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
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。箴言3章5節。或者呢一個先至係新一年最重要嘅使命，甘願放手，信靠順服，每天謙卑與上帝同行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天父，喺呢個時刻，舊嘅一年即將會結束，新嘅一年即將來臨，我渴望就近你。感謝上帝，我所走過嘅旅程，我所明白同埋尚未明白嘅事情，我知道喺我生命中嘅每一刻都有你嘅保守帶領。上帝啊，求你饒恕我曾因為懼怕、悔恨同埋缺乏信心而走緊冇生命意義嘅事物。求你俾我勇氣放低那些不嚟自你嘅事，好讓我嘅心預備好迎接你將要做嘅新事。求你教導我，無論係喺主動或被動之下，都係喺信靠同埋順服之下行走。當我疲乏嘅時候，提醒我你恩典足夠我用；當我猶豫不決嘅時候，求你讓我清楚睇到你嘅指引。上帝啊，喺新嘅一年，請更新我嘅心，使到我唔單止係有好嘅開始，更係能夠忠心到底，每一步都係得到你嘅喜悅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各位親愛聽眾，進入新嘅一年，上帝並冇要我哋匆忙行事，或喺壓力之下改變一切。我哋被差派去到榮耀上帝，賜予我哋嘅心得到更新。起來行走，不要背負過去嘅重擔，要帶着上帝引領自由前行。從真實嘅行動開始，整理屋企裏面嘅角落，結束一段消耗你心靈嘅關係，戒掉上帝一直提醒你嘅舊習慣，或勇敢順服你一直拖延嘅事情。不要等一切明白咗先至邁出第一步，只要前行，光明就會嚟到。不要等自己夠力量再去順服，反倒係順服會帶俾你力量。儘管前面嘅路係充滿未知之事，你亦都唔會孤單地行。呼召你嘅改位必須要與你同在，完成佢喺你身上所開始嘅工。所以喺新年將至，出發吧，嚮往人生，信靠並信服。各位聽眾，祝你哋過着蒙福嘅新一天，明天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主耶穌，或你有任何難處、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留言，或電郵至 CHIASE@oneway.c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期待與你建立聯繫。